阿拉昨日个酥嘴三吃餐厅老理想，你个嘉宾主持酥嘴美食家韩岳峰老师呢，冒这个关子，说有营养物事比搿个追砂汤饭还要好吃。那么还等我们接点子一下天个胃口，今朝要看看噻，到底啥个物事这样好吃，又值得个韩老师这个样子个隆重推出呢？你今朝不你吃啥么子？昨天毛龟子哇！昨日毛龟子，今朝我讲要比昨日还要好吃。今朝吃花仁鲜肉生煎。那么一般生煎不是肉个哇？对个。那么俺啥酥最最上一讲。哦。现在不是有种肉饼为了把哈了啥么子？那么我呢现在是花仁鲜肉。哦。增加了一个鲜度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虾仁这种过去的高级食材，现在却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配菜，很多菜品里都要用它来搭仙气。但是这种面广量大的虾仁，绝大部分都是海虾仁。虾仁鲜肉生煎里的虾仁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这个五花仁，那么酥嘴点心呢必须要用五花仁。花仁呢分五花仁、海花仁两种。那么我们酥嘴大饭做点心，如果说里向有要把花仁的呢，侪是用五花仁做的，而且也不用大五花仁，比较中的、比较鲜的。为啥呢？连吃也好吃。一般的海花仁呢，我们给它点是不吃的，因为海花仁辣，另外一个海花仁腥气，所以说你酥嘴人呢，养生里向呢全部用五花仁的。所以市民朋友，你到如果到菜市场去买花仁，买吃海的花仁，如果说上头有点筋的，那么就是海花仁。如果说不一点筋的，看上去还是比较糯的，还是像树筋上的，这个才是五花仁。讲完了虾仁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再来看看这生煎馒头的包法还有些什么讲究。这个办法里向还有点啥个不一样？办法呢，因为汤包呢，皮子比这个还薄，你这个骨头细，那么必须啊。每只汁子浪向到水开的辰光呢，拌水筋。那么这个呢，对里侪是翻甜的。那么这只个干的呢，比这只还要大一点，就是讲起你还要松一点。这只呢，在有辰光呢，也带一点筋的。为啥呢？你不筋呢，个汤是会稀脱的。这只个米就还要滑一点点。那么有种呢，欢喜人吃芝麻的，有种是不吃葱的。所以你对你提起来呢，一种再葱，一种再芝麻，这个还是一种服务最大的一种变异。馒头包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煎了，而这生煎馒头的煎法也是颇有几分讲究。因为你这个要先放油再放水。不是三成鱼噶，为水啦。你不水，那个不会发起来过，是啦。那么放鱼呢，为此你个只底板要松；放水呢，为此你个面粉要发。所以你不要一不断的走，不断的走呢，水面让你匀。但如果是水上不动，盖了海当中煎它，边上不熟。我一直看到这样走啊，这个让你水越还均匀点。对个，那么你一定要不断的走，走到一定辰光再去焖一些。那么搿只底板也是松也是菜，好吃。搿只底板辣黄是再搿结实。这个黄得来有点太明显。你到底是一直这样走啦，煎笼生煎也蛮吃力个。对个。一道生煎煎下来，水蛮酸个哈，少啊酸啊，有点的。钳子夹着锅子转，锅子带着盖子转，盖子压着包子转，就这么转来转去，转了10来分钟，一锅香味扑鼻、热气腾腾的虾仁鲜肉生煎就出锅啦。徐老师，你好。那一个就是一个嘛有葱干，这个嘛就是你老板看呢，你会吃葱，会吃芝麻，你说你侪欢喜的，那么一半芝麻一半葱。那么我呢是属于侪欢喜的，我叫地中鱼啊，很欢喜。好，来吧。那么我先来吃上有芝麻的。有啊。
搿只馒头谁搭搭偏真在？我刚刚搿只底呢，侪是金黄颜色的。对个对。金黄颜色的底呢，吃上菜。你如果是白沙沙的吃上人，对个。就有带麻子的。哎，那么没吃喝呢，得当白龙洞面孔也不来的，啊啦，吃吧吃吧，当心啊，里向笼子蛮多的。你看哪看见？哦，已经啊哟，那个他已经绑一绑，已经抽得着的。就在我们的主持人在这边大口大口地吃着生煎馒头的时候，小吃店里突然来了一群外国游客。老板因为听不懂英文，只能使劲的手指比划，这可苦了这群外国朋友，大眼瞪小眼，根本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最终，在我们的帮助下，老外总算是吃到了生煎馒头。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，苏州的特色。No, I don't speak Chinese. I'm sorry. We can say only niao. What does good mean in the Chinese? Chinese Good? good. Where? Where? It's very well. Test very well. 中娘，我是学语主播呀，我不是英语主播呀。那么摆个房，跟你们老师一行一只说话，然后这个讲一句呀，我要考苏州。我要讲去的，深口味的蛮。在老外们的笑声中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民生在线记者报。阿拉昨日个苏州三吃餐厅老理想，你个嘉宾主持苏州美食家韩岳峰老师呢，冒这个关子，说有营养物事比搿个追砂汤饭还要好吃。那么还等我们接点子一下天个胃口，今朝得要看看噻，到底啥个物事怎样好吃，又值得个后来是这个样子个隆重推出呢？你今朝不你吃啥么子？顺道来毛关子哇！昨日毛关子，今朝我讲要比昨日还要好吃。今朝吃花仁鲜肉生煎。那么一般生煎不是肉个哇？对个。那么俺啥苏州最上一家。哦。现在不是有种肉饼外浪把哈了啥么子？那么我呢现在是花仁鲜肉。哦。增加了一个鲜度。就出锅啦！徐老师。哎，你好。那一个就是。一个嘛有葱干，这个嘛就是你老板看呢，你会去葱，会去猪毛，你说你才欢喜的，那么一半猪毛一半葱。那么我哪里属于才欢喜的？我讲地中鱼啊，还欢喜。哦，哈，来吧。那么我现在吃到有猪毛的。有啊。搿只馒头谁搭搭偏真在？我刚刚搿只底呢，侪是金黄颜色的。对个对。金黄颜色的底呢，吃上菜。你如果是白沙沙的吃上人，就有。带麻子的，哎，那么没吃喝呢，得当白龙洞面孔也不来的，啊啦，吃吧，当心啊，里向笼子蛮多的。你看哪看见？哦，已经啊哟，那个他已经绑一绑，已经抽得着的。就在我们的主持人在这边大口大口地吃着生煎馒头的时候，小吃店里突然来了一群外国游客。讲完了虾仁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再来看看这生煎馒头的包法还有些什么讲究。这个办法里向还有点啥个不一样？办法呢，因为汤饭呢，皮子比较还薄，你搿只骨头细啊，那么必须啊。每只汁子浪向到水开的辰光呢，拌水筋。那么搿个呢，对里侪是翻甜的。哎，那么搿只个干点呢，比搿只还要大一点，就是讲起你还要松一点。搿只呢，在有辰光呢，
也倒一点劲的。为啥呢？你不进那个汤水会吸脱的，给这个米会回一点点。那么有种呢，欢喜人吃芝麻的，有种是不吃葱的。对个。所以你提起来呢，有种再葱，有种再芝麻，这个还是一种服务最大的一种表现。馒头包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煎了，而这生煎馒头的煎法也是颇有几分讲究。因为你这个要先放油再放水。哦，不是三成油的。哦，为水啦。你不水那个不会发起来过，还是啦？那么放油呢，维持你个这底板要松；放水呢，维持你个米粉要发。所以你不要一不断的走，不断的走呢，水面让你匀。但如果是随着不动盖来，当中间它边浪不熟。我一直看到这样走啊，这个让你水源还均匀点。对个，那么你一定要不断的走，走到一定辰光再去焖一些。那么搿只底板也是松也是菜，好吃。搿只底板拉黄是再搿结实。哦，这个黄得来有点太明显。你代表是一直这样走了，煎弄上去也蛮吃力个。对个。然后一到上去煎下来，水蛮酸个哈，少啊酸啊，有点的。钳子夹着锅子转，锅子带着盖子转，盖子压着包子转，就这么转来转去，转了10来分钟，一锅香味扑鼻、热气腾腾的虾仁鲜肉生煎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虾仁这种过去的高级食材，现在却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配菜，很多菜品里都要用它来搭仙气。但是这种面广量大的虾仁，绝大部分都是海虾仁。虾仁鲜肉生煎里的虾仁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这个五花肉，那么苏州地区呢必须要用五花肉。花肉呢分五花肉、海花肉2种。那么我们苏州大饭做点心，如果是里向有要把花肉的呢，侪是用五花肉做的，而且也不用大五花肉，比较中的、比较细的。为啥呢？零吃也好吃。一般的海花肉呢，我们搿搭店是不吃的，因为海花肉辣。另外一个海花肉腥气，所以说你苏州人呢，养生里向呢全部用五花肉的。所以市民朋友，你到如果到菜市场去买花肉，买吃海个花肉，如果是上头有点筋的，那么就是海花肉；如果是不有点筋的，看上去还是比较糯的，还是像丝筋上的，这个才是五花肉。我们言归正传，再来看看这生煎馒头的包法还有些什么讲究。这个办法里向还有点啥个不一样？办法呢，因为汤板呢，皮子比较微薄，你搿只骨头细那么必须每只桌子浪向到水开的辰光呢，摆水晶，那么搿个呢，对面侪是翻起的。那么搿只个盖头呢，比搿只还大一点，就是讲起你还松一点。搿只呢，在有辰光呢。也倒一点筋的，为啥呢？你不进那个汤水会吸脱的，给这个米会回一点点。那么有种呢，欢喜人吃芝麻的，有种是不吃葱的。对个。所以你提起来呢，有种再葱，有种再芝麻，这个还是一种服务最大的一种表现。馒头包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煎了，而这生煎馒头的煎法也是颇有几分讲究。因为你这个要先放油再放水。哦，不是三成油的。哦，为水啦。你不水那个不会发起来过，还是啦？那么放油呢，维持你个这底板要松；放水呢，维持你个米粉要发。所以你不要一不断的走，不断的走呢，水面让你匀。但如果是随着不动盖来，当中间它边浪不熟。我一直看到这样走啊，这个让你水源还均匀点。对个，那么你一定要不断的走，走到一定辰光再去焖一些。那么搿只底板也是松也是菜，好吃。搿只底板拉黄是再搿结实。这个黄得来有点太明显。你代表是一直这样走了，煎弄上去也蛮吃力个。对个。然后一到上去煎下来，水蛮酸个哈，少啊酸啊，有点的。
钳子夹着锅子转，锅子带着盖子转，盖子压着包子转，就这么转来转去，转了10来分钟，一锅香味扑鼻、热气腾腾的虾仁鲜肉生煎就出锅啦。徐老师，哎，你好。那一个就是一个嘛鱼葱干，哎，一个是猪这个嘛就是你老板看呢，哎你回去葱，回去猪毛，你说你才回去干，那么你一半猪毛，一半葱。那么我那里属于陕欢喜的，哦我叫地中鱼啊，很欢喜。哦，哈，来吧。咁我先来吃大鱼猪毛干。有啊。哎。这只馒头谁搭搭偏正在？我刚刚这个只底呢，侪是金黄颜色的。对个对。金黄颜色的底呢，吃上菜。你如果是白沙沙的吃上人。对个。还有带麻子的。这。哎，那么没吃喝呢，得当白龙洞面孔也不来的，啊吃吧。当心啊，里向笼子蛮多的。你看哪看见？哦，已经哦哟，搿张已经绑一绑，已经抽得着的。就在我们的主持人在这边大口地吃着生煎馒头的时候，小吃店里突然来了一群外国游客。No, okay, anything soup? 面。老板因为听不懂英文，只能使劲的手指比划，这可苦了这群外。阿拉昨日个苏州三吃餐厅老理想，你个嘉宾主持苏州美食家韩岳峰老师呢，买这个关子，属于营养物事，比搿个追砂汤般回忆还吃。那么还等我们接点子一下天个胃口，今朝得要看看噻，到底啥个物事这样好吃，又值得个后来是这个样子个隆重推出呢？你今朝不你吃啥么子？顺道来买关子哇！昨日买关子，今朝我讲要比昨日还要好吃。今朝吃虾仁鲜肉生煎。咁么一般生煎不是肉个哇？对个。那么俺啥苏州最上一家。哦。现在不是有种肉饼外浪把哈了啥么子？那么我呢现在是虾仁鲜肉。哦。增加了一个鲜度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虾仁这种过去的高级食材，现在却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配菜，很多菜品里都要用它来搭仙气。但是这种面广量大的虾仁，绝大部分都是海虾仁。虾仁鲜肉生煎里的虾仁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哎，这个五花仁，那么苏州地区呢必须要用五花仁。花仁呢分五花仁、海花仁两种。那么我们苏州大饭做点心，如果是里向有要把花仁的呢，侪是用五花仁做的，而且也不用大五花仁，比较中的、比较鲜的。为啥呢？零吃也好吃。一般的海花仁呢，我们给它点是不吃的，因为海花仁辣，另外一个海花仁腥气，所以说你苏州人呢，养生里向呢全部用五花仁的。所以市民朋友，你到如果到菜市场去买花仁，买吃海个花仁，如果是上头有点筋的，那么就是海花仁。如果是不一点筋的，看上去还是比较糯的，也像树筋上的，这个才是五花仁。讲完了虾仁。